今仔日吼，阮搁要来甲大家送物件哦。家好，这摆要送啥？这摆吼要送互大家《单身猪队友2》的舞台剧的票哦。哦，赞赞赞，这上赞！而且内底演员有露露，也搁有你上介意的诱人哦。哦，你知影我上介意你？因为吼，我看你介诱人，有明星脸啊。阿嬷，我甲你问哦，你敢知影咱台湾上北面的所在伫倒位？啊，就台北啊，这个要问。台北哦，唔对啦，唔对就唔对，你笑安尼笑啊大声，就创啥？啊，你台北是倒位啊？看影片啦。阮党员呢上哦活动的一个活动，军事越野障碍赛，你也参加这个越野障碍赛，你就可以哦，当然就水的呢，你看迄相片啊。是伫中是换第一间的小区，7-11。哦，第一间的7-11呀，7-11呀，所以阮叫做北区。北区，那北区是最北区，最北的小区啦，哈，北区啦。啊，阮的加油站呢叫做最靠北的加油站。你讲安尼写，最靠北的加油站。服务敢会无好？啊，服务真好。爱情爱看你靠北。啊，对啦，北边还有东引啦，我当作你问迄本岛尔。而且东引要坐船来台湾，就要14点钟呢。哦，莫怪是咱全国吼上靠北的所在。你讲要安尼做神吼，伊咧做代志，伊咧处理代志吼，迄黄灯伊若吼，互你一个吼，足有才华，足够写字，足够唱歌，足够作曲，足够做导演，伊的面吼。对，就歹。你咧讲蹦足缘投，足缘投的面吼，你都无啥物才华。啊，奇怪啊！奇怪，即起的啊，高唱啊，伊真的足高唱，高演啊。伊是咧讲隔壁迄个温生重点是伊做人成功。捌甲人冤家无？唔係，我拢看拢笑面笑面。你讲剧本歹甲单调呢？迄导演你是咧拍啥话啊？有当时啊，我。你甲讲出来。是啥物鸟仔赛啊？你啊，阮师公碰恰恰甲我教。哦，你家己害呢？哦，对啦，一般来讲吼，天公伯就是公平啦。但是吼，嘛是有例外哦。譬如讲咧，譬如讲吼，像你啦，生甲安尼歹心暗道。我可无讲你不输贵咧。啊无，顶礼拜中秋节咧，也甲我行来，卖食，好胆卖食。叫你看，莫加着啦嘛。阿高，你看，这是我今仔日画图，老师讲我画了真水啊。阿高伊嘛咧画图呢，阿高。你这图哪会干那有1、2、3色？画了真够水啊！阿高，我甲你讲，阿高伊嘛叫阿高啦。嘛会当画出上水的图。敢是安尼？毋是愈侪色才愈好看？这毋是咧，阿高，你试看卖嘛，用上少的色来画一张图。画一张图。安尼，我要画啥？莹莹，你看，我画好啊，再紧哦。哎呦，阿高，你画伫倒位啊？我画伫内面啊。这规张纸白相相啊，哪无画啊？有啊，你敢无看到我画后面的山？无看到啊。无啊，伫倒位？我画的是山顶的色啊！哎呦，哦，你看，迄影片内底迄个啊，伊甲你共款叫阿狗。恁两个吼，毋那是名共款，啊，性地吼嘛是安尼，干巧安尼。你嘛较拜托的，人阮迄吼毋是叫干巧，迄叫精工，好无？是哦，真讲哦。嘿啦。我的习惯有哎呦，差一个，讲点换衫。你要去对啦！你找啥？陈嘉玲，你找啥？大家早安，我是你们新来的同事啦。我是爸。钢笔写出来之后，当嘉玲在短。59999，还加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。这尔好看的《熟女养成记》第2季，大家爱紧紧看嘿。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，59999，还加能量水。还加能量水，也搁有你上介意的诱人哦。哦，你哪知我上介意诱人？你有明星脸呢，头毛假呢。我就是诱人。完蛋了。很好吃哎。你一直透露。
每次都忘记。